但是讲我对那吼真暗的，上什么？啊，出发了。再唔动啊，妈妈。记得嗰時過嚟係要錢馬口嘅，推動都高雄啊，公路叫最高級嘅直達車啦，哦，啱啱坐四五點鐘，所以嗰時來推動哦，真差辛苦啦。另外邊大兵，另外邊過船就咩上我轉來，我講啊，咩上冇咩人講，都認識啦，你聲音都一樣啊。種樹也不用跌下來，講係用，然之後我都忍慢啦。行嘅山路彎彎，行嘅水路蒙霧，天山天涯，敢去就有路。行去长长的路，开眼吞体，梦中的茶香，归山强流。风的路也开猛烈，一条落山的片，总是故乡。也係算正常的標準菜啊，一心二葉，啊，你是開面的，你開面的產是雜唔，當然雜嘢哦，無鹹的，清濃啊，啊，全部的沖涼用哦，品質是較慢哦，沖涼用哦，正常來講，你愛用的品質較好啊，較有咩個較有味啊，火龍來講，佢愛用的較品質較好。我最記得是頭擺從我出去做這個，頭擺有專門做這個，嘿，做本賣去日本的，前是人家爸咁樣啦。唔對到台東嘅時候，乜嘢都冇吼，乜嘢都靠一家嘅時間啦。係45年次嘅嗰時候，6歲我媽下嘛讀國小就是下來了，就準備講一來台東做茶。哦，嗰時真係簽茶咯，勞政政府合作嘅。農業區嘅保利啊，嗰時我爸爸來嗰時，一聽到成有茶農，因有茶人嘛，冇人冇茶人冇原料，你來開工廠嚟嘛，就是都52、3年嘅時間，嗰時是呢個種嘅。我資本大飯店免檔嘅藥山哦，條擺嗰邊咩有茶農嘅，嗰邊咩種青島柑嘅，最冇咩2、3年來種茶，誒。嗰時我哋來嗰時民國54年、55年起工廠啊，56年起好，我哋全部下來啊。我哋民國56年2月嗰陣嘅下來嘅，
反正计上也记得拄拄开学吼，开好喜好搞。你2年3月天攀转好，啊都听阿公抢啊下来，阿公吐下着，细年啊还用阿妈妈呀，规啊全部抢啊下来，东西全部拿下来，好好查下来。迄阵物啊，落来做嘛？泡茶，有个杂较长的，我有茶机啊，个茶机阮会摕啊，啊个网叶啊，要泡摕啊。爱望加工的岩壁啊，山洞还永远呆哦。你毋是讲做茶迄马介东西啊，毋是做过茶啦。种人个土嘢吼，伊拄茶树啊，无去洗茶壶啦，无去拔个柑的啦，马介东西无会有米丝啊。我会长茧。会哦，会溜皮的，树枝柑的青通。爱条甲讲诶，加工人毋是去产日条啊，因为做茶做暗晡条啊。哦，我讲用清早，大概望天光伊5点人6点都风咧，啊风咧都会先去工厂，先去开机去收天来，嘛个都会先去做，啊做到差不多6点人供应落咧，啊都要分配工作啦。啊我讲用清腔，伊设施伊要技师，咱工人来来做些伊要技，伊几多点来做，啊做到几多点，啊发工钱，做啊伊一家做，伊一家要装。系啊，啊看用啊，讲了容易见落水哦。毋都看用拜5、拜6安涨哟。啊，无几天本来讲是讲天我要涨呢。哦，啊无你到联络看用，你打电话帮来。哦，做得啦哦。好，这样讲啦。哦。落水快做茶咧，一茶摘起来快做。落水唔得去走啊！茶无走用做，快弄无法度弄茶，一定去走，怕多暗咪咯。要不还有一点阿三木啦，也是阿三木，特别个理性上诶。阿三木你啊，那边挺少咧，你啊。做我的时候无法度咧啊！哦，了解哦，个写法就用300家无。后面小叶种落来个乌龙茶，以前就落来，是金币白摕啦，金币贵种的乌龙茶，乌龙茶好有价。特别了去做茶，像我们高文工厂遐多。不过你啊吼，茶园变少咧，原料变少吼，工厂无一片茶园无法度做呢。所以唔咧一家无茶园，一天都漂啊，漂茶园做茶。你那片的下干哦，我哋种花咯，我哋啲嘅竹筒冇。阮遮特别伫伫个关西落的啊，家来拢做红茶，个文心上做人吼，拢有教人种茶。啊，我哋连种的茶拢交去啊，具体伊个设工厂啊，嘿，对我哋咧种的多呢吼，嘛以后啦。我哋讲茶就免讲几10年嘞，啊，你啊茶都拢旧的拢啊用四体的啊，四体那都算唔破的啊，树木都算唔破啦，算唔破都啦四体啦。你有茶啊无？我有茶啊呢。下骹啊会使无？啥啦？下骹来袂使。什么下骹袂使？我哪会知？歹徛嘛是爱慢啦。袂开啦。哇，还有吗？这边还有。哦，好。好过啦。好。好嘞。
要先称过油才知道重量。哦，细一点哦。OK。我分数吗？不是，大概。不要被着水啊！我住在不然应该在外面晒比较快。在火车上怎么处理啊？模拟的茶要讲究10度，迄眼甜哦，要10度呢。这是伫底本待2年，这么当的后背个叫3档啊，卤肉唔好，唔免讲像你啊哦，茶做10多度的，茶种开的呢，所以记得我兴趣吼。免要紧来紧少样啊，啊变成录鸦鸦片吼，哦，才变较多严重，鸦片啊，啊我就问伊讲，啊好啦，爸爸咧，我是干脆吼10多录鸦就知啊，差不多2点半钟的事啊，所以飞出5点钟的，所以大概差不多啊，你个要出发差不多18组啊，点人2点吼，啊爸爸是4三明茶过来录鸦，差不多5点。伊后尾载上去基本做啊，所以讲按载来载去哦，我爸爸免因为讲啊，用载唔好看法，我干脆后来录下来吼，塞过来。特别个三明茶，你看个相片，三明茶的相片啦，应该后面个文物展示该有啦。可以试试看。按钮多的咯。特别东当好起来讲。一斤卖1000公羊的时候，去讲一顺差不多要5角。我底下要盐起来，佮全部钱。头摆伊好多无好多嘛个，来讲我俩，就这样就套哩。底下伊个盐起来，无底要差不多啊。小米哦，慢。迄只蛮好袂？我真要过袂？哦，你差不多爱收尾啊哟，有咧包啊哟。好啦好啦，好，我念咪过，好啦，好。啊，退啦哦，底下够哦，才有啦。东主杂个较好啦。10点多2点。我倒来，我要来倒来。好容易讲嘛，个是煮5菜啊。反正当主杂个茶吼，日头有晒锅，啊做起来嗰种香吼，又较强。你啊，你袂家己再干就好，这样好改。你随人摕哦。拿饭包去吧，你等下吃饭嘛。第7台。唔係啊，卤肉價位啊。咪南莊真做都過來豐年，啊，我炒我用藍色個當下來的。我是做建築的，做那個房子的時候，說一定要叫我去這樣，工廠老帶嘅全部我做嘅，迄個師傅佢冇愛啊，假巴挺好，哦，挺神氣。他不會說擺了一個那個陶給的那個架子，不會這樣。小妹啊，好啦，你家己看時間啦哈。好啦。無啊，咱講啊，要看技術來知啊。哦，那個老闆娘哦，很努力哦。
那个时候阿萨姆增多的时候啊，以前都进很多那个茶在做，那个时候，你还有做个红茶哈，你前面搭跳摆冇搭，我2个月前，因为品质不好啊，做起来，现在不一样了哦，他们改良做红茶，红乌龙、蜜香那一些。做起来不错啊。中国乱按喇叭呢，会被我。都很短。哦，91元呢。香啊，好。侬那较富，不过佮水较冲啊。啊，你讲啉茶嘅吼，还会啉水冲的茶，还会甘啊。后摆看到迄暗不着吼，建做清茶，啊，迄到9点人10点吼，啊，别来零沙是天府切的，准备水磨的。哦，我还看到人喺天府切的，哦，咱落去皮头都水磨很爽快，面当当放的，该就爽快了。哎，你还要做到2点3点，挑茶做，挑摆做茶吼，全部还用一个太师像我做啊，慢慢配茶啦，啊，就去摘茶。像阿老台前很特殊，全部那个天树皮茶，弄茶，特别做1日做2、3千斤的茶。哎呀，所以阿老妹个最细啊，各种兵役天啊都加起来啊。你看唔敢流畅球啊，我做死哦，哦，要做快点哟。该门关了嘛？哦，先来烧个香。当年礼拜吼。哎呀，当年礼拜。这是哪部？这一瓶水管洗的啊，你看这个是双板拿来啊，反正你还水不用的水啊，哎呀，管洗落的水。水母洋洋，今年是成立个生意主持，到年年里头就我哋呢推动绿野个水母洋个分布，你也可以来参观，你年年里细个推动去经营产业个文正坤先生带领下个产业公司，潘道东。生意当康庄，像水母洋洋夫妇，都一路平安顺利，快快乐乐从平平安安的走。对，来记得咧，哎呦，我咧，天天来啊，要多谢了咧，你以后啊，系啊。时间到了很久。好，这里。我可不呀？哎呀，那个。水母洋洋，到咧关系来，早晨一太早就到水母洋去食饭，然后本初关系跟水母洋讲，讲安尼比较来用。水母洋洋咧关系，因为本来平时没清楚的，人拢也得来。
看天公都保佑天时当好哈。像水母洋洋保护两片的延长茶工厂，进来健康长，做得越来越大，顺利。谢谢。好。呀，关系水母洋，头发你个要保护很多年啊，要不然抢啊，保护人关系。因为是做茶，茶就是需要水。那他从他75年，第一次我们关系人来这里拜。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件事。对，俺这个水母洋多了一点呢。好，俺们我没想到爸爸这么有感觉。你们今天还把特别这个水带过了。没有。先水。对。特别从爸爸时候，而家藝術學到咧。係啊，55年啊，有冇有下？嗰時就啲資本啊，待6年，61年讓這個過，所以你看，我看61年多厲害都70年了，100塊1年了啊，都剛好40。大家生意好啊，身體健康。好，簡單介紹大家，謝謝。他說你們要講生日，你的生日是哪天？11月12號。他的生日是澳洲啊，不是布拉德哦，是父子哦哈，传承这个文化的部分，所以也是会用这样一个父传。怕我把你们不知道带去哪里，带去卖掉。结婚的时候要通知哦。山路弯弯，水路蒙雾。呢個係數地喺鐵道差唔多個6000公頃，關係差唔多30間茶工廠來做，當做茶家啦，量也多嘛，24小時做啊，量是人啥34左右，2班亂輪啊。另外到南部像供應商啊，又會帶人，又會做，大部分像西嘛，所以家下同到將來到又會做菜西啦，問土本樣，要到個土嘅南部上嘅西嘛。嗱，你看是哪家人嘛？哪記得哪家人啊？呢樣係。咩？我就做嘅媽媽忙家來啊，嘅媽媽，南部上來，全部南部上來。四代呢？四代有的。冇四代，全部什麼？種花、依年。人北係啊，我80年人細個要。我來講，起碼我過於捱磨，過於捱就哎呦，細到我一睇能細到我啊！我有時做茶千多年咯，一般咧差唔多90歲嚟。你當然漸冇錯啦。咁我哋冇做啦，啲機器都冇做嘛，學佢啦。台灣嘅攝像太多，嗰邊人要做100件啦，封殺。兩片都做綠茶嘅啦，兩片都做紅茶嘅啦。唔知點解到關係也唔記得咗，我點咯？兩地方都在製嘅啦。嗰邊廚師做開茶了，試過1級、2級、3級誒，在製期啦。跟住200件走啊，跟住做摩洛哥樣，有做內食嘅啦，我做罐頭廠嘅哦，佢就冇到啦，你冰茶做到3-2萬件啦樣，啦，茶樹做到了位啦，你一冇法度咧，冇茶，冇樣茶咧啊，
你像我做咩冇法度啊？特别当多茶厂内全部不用茶，茶厂不用了了。嗰時日本時代啊，外國去海外啊，海外對將來兼太做。碾床茶工厂的创建人哈，就很多文润琴先生。佢在當時是嚟到工廠設立之後，為咗做茶，是邀請佢嚟人幫忙，夾嚟吼嚟整廣告，海南島轉來，夾爸爸是很佢啊，兩個路茶工廠共下來做。做了讓佢學到咧，讓轉來不下，讓買機器讓轉來做啦。我就聽佢見做啦，就外國做佢都在台北去賣啊。我爸爸吼專門出外，叫去推銷那個茶因為工廠的產品一定要賣出去嘛，賣出去全部我爸爸。啊，天年我爸爸喺露台，天年阿叔吼，佢做地不下，幹工人，幹工廠做創作之出啦。啊，天上的阿叔吼，幹團長，你看人來咗數啊，數茶廠嘿，啊成品我爸爸負責。人也去台北皮包館咧，都話做嘛。我從細吼，只要人哋放起來，我爸爸行嘅水木，暗晡就轉來，下課我爸爸忙轉，嘿，啊上下應酬是都吼，天日放起來很多，很站不穩啦。像台東嗰邊農林堂啊，去東埔水港咪向外國過去嘛。如果喺我嚟台東做茶哦，兩邊本來向外負責嚟啊，而家冇多講啦，所以先尊敬佢。佢條路全部佢起嚟咪，佢基礎佢做起來啊。按手，我今日我用筆，先我用筆，我先教下。頭班真係手好啊，但水滾半日下落去，讓冰落去，唔見打開就做慢咯。落天潤啊！潤啊！呢啦咩啊？嗌交。你口水冇跌落去啊？我波動嘛哦。清潔要有2點鐘叫。客家歌啊，客家歌天道啊，唱神歌。唱神歌咩好？正年里了一个是新年，寒露不明来正从前。長府走冇嘅三鋪腳，風啊流啊過來大南邊咯，這就變了哈，唱就變就好了哈。煮飯會唱歌？唱歌冇？煮飯冇難，煮飯那有心情好唱歌啊。頭尾煮飯啲個表。頭尾當年是在煮飯中嘅。如果睇木頭，頭尾2隻啊。給阿爸會讓你暗號。樣板是23啊，有一板大茶包啊，有一板茶飯啊，那不還有10個23。當當然是係啦。63哦。
2、3年做烘又煮啊，煮了2鍋啊，1鍋飯1鍋菜啊，佢嗰度2隻煲條啊。都要烘啊，捱氧氣水冇。我這下面嚟做啊，冇呀，一幾年煮哦，幾年未煮。要3、4年啦。唔錯，真正，哎呦，冇煮飯哦，一行可以摘茶，去廣東摘茶哦。早餐會創過嗎？摘茶會啦，條擺都創上過啦。送腳了來行那多啊，太路了來旁那，扎親了來見那多啊，暖叫了來娘那。好嘞，點馬讓進床。ไม่นะ 好嘞。因为茶的事业哦，从台湾上下，日式好，日式唔好，讲呀，就开始讲做奉茶，係嘛？小米佢香港嘅台灣奉茶好啊，上一個階段就下嘛。唔好，然後後邊又變日本綠茶、煎茶，然後煎茶咪幾年，後就下來，就話摩洛哥嘛，茶市場都係上上下下，可能佢家去推動家嘅隻世界，都可能有啲下，也係有啲上，也等於說佢唔好嘅世界啦。我想法應該佢去推動應該正確啦，各大各嘅嘛，可能。較好啊！依家幾耐冇變到桂林嘅嘛，已經分開來嘅。哦，是音樂。你喺咩啲上講，講牙拉會人係接下以前去做。當兵的時候，我爸爸佢都有問過我，去做來做嘛，係啊，我。就想了很久，就說第一步卡做就能夠照顧父母嘛，就越早做，你以後懂得越多，我就覺得說越早越好，係啊。我做來做，我5000，就是5000塊零用錢這樣。啊，記得我頭擺你話做，那有乜個本來都乜個錢好，有乜個錢好本來都。你講啊，食都冇了，還有幾多錢好用？以前我阿公對佢都安樣，佢可能都一樣比較古老的思想。就是我們的叔叔長輩，就是大我們一輩的，他們都其實爸爸跟阿公的個性其實還蠻像的啊。對，我覺得我哥根本就是跟我爸是一模一樣，啊，只是他們不承認而已啦。其實我覺得他們根本就是一樣的人，可是他們就像爸爸嘛，什麼都說沒有，我哪有？大哥也是啊，哪有像？我買智慧型手機，像現在網絡很發達，大家都在用，我就會做網絡的宣傳，啊，佢就講天發做得大，做得糖就好咧。萬事一條難吼，係一定要有做到咧，有做起來吼，唔是來接天啊，你唔樣可以說。你是繼續做呢，唔係開始做啊。就俾阿爸啲啊，即係你講阿爸爸行財應該去訪問佢啊。做該算縣政府吼，人家就做個廣告啦，哦，做哪一做宣傳中，所以誒，一吞，即係人生中30年前阿爸啲啊，自家啲啊做茶，我哋是算天數做下來。啊！你遐講係到自家做吼，當然心情會無重要啊。一推長一推，當然肯擺講阿拉會啲啊企業講法喎。那就佢全部咩變幾十年嘅，哦10個20年冇變動嘅。啊！你擺做服務量啊啦，有這個啦難嘅。哦，整理啊，有這個重新會聽到。
啊体摆痛的时候，记得两公婆像我爸爸，两个老人家过会看到吼，我相信佢要幸福。嗰时佢有天数，天不差啦吼，啊来其实，嗰时就我相信佢感觉要挺大帮助。我听我妈他们说，小时候爸爸养一只狗，结果咬电线被电死，爸爸也哭很惨，连只狗过世他都可以很激动，对啊，就比较重感情的一部分。哎呦，要拍这个，来是。用喺當然要愛回滾火，這種也很作用啊。老人家冇在呢，種路線圖用經驗啊，聽唔慣。唉，小輩還有啊，沒好大嘴骨的啊。人都冇看了，嗰陣我媽媽從我邊度坐啊，嗰啲會坐生一條啊，人田啊，你無奈何啊，留唔起啦，吃都唔慣添啦，哦，真唔慣。刚好哈。哎，阿公种树白红。那起码老妈妈讲，妈妈今天哈要给你做对联哈，你对联啊，变合作生来夹咯，做生来夹咯哈。这摆哈。这不一公公不一，谢谢家是公公家是谁是像你身边有乐是下雨就是自我方向不行不离光这波罗蜜多故，心不过爱不过爱过不有跟过万里跟到没修的天的发生的主一光这波罗蜜多故地方庙头那上面上多的，过是光这波罗蜜多是带行就是带领就是不想就是不定定就定都一直过，信息不一光说光这波罗蜜多，就算给我给的波罗给的波罗今天的波的少波。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揭多耶多地耶多阿弥陀佛，比阿弥陀是当佛，比阿弥陀比迦南，比阿弥陀比迦，阿弥陀比迦南，比阿弥陀比迦，给弥尼给阿弥陀迦尼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揭多，多地耶多阿弥陀佛，比阿弥陀是当佛，比阿弥陀比迦南，比阿弥陀比迦，给弥尼。下面上面吊起来，我这个。这阿嬷以前用，就烂烂的，然后爸爸一直叫他丢，他就舍不得丢，然后结果阿婆现在过世，爸爸也舍不得丢，阿婆的梳子，对他就也没用了，对吧？也是一直放着，就这阿婆跟阿公以前房间，这里就以前阿公参加活动或是颁奖的一些照片，阿公都会留着，然后都会贴在上面。那边有阿公跟阿婆以前，像那个就50周年的结婚的时候去拍的，是法箍，以前阿婆每天都在用，其实都没有动啦，旧的东西都是原本就在那里啊，也都没有整理这样子。其实阿婆是一直都是爸爸在照顾的，他可能觉得他自己没照顾好。
伊建商讲哦，爱如你要成功。那时候庆隆农耕队嘛，就做得去外国来搭北啊，连要做得选择去巴西啦。可是他落飞的唔肯啦。伊讲迄落街我看唔到，伫台湾我看得到。报每人前来台东，帮助了东埔的人啊发展啊。所以我爸爸让我弄台东的茶叶之父。伊最先来开发的嘛，工厂啊，你看你那边青岛嘞，嗰是去75岁了，所以印尼看过吼，你想去印尼投资啊，伊咩又去印尼2、3摆啊，插秧的啊，哦，真固执啊，哦，不过伊现在有这种玩了嘛，坚持。像他已经80几岁，他还会爬上去水塔，还要在那边检查说，怎么楼下没水了？他也不会先去跟我爸讲。或者是那个时钟，因为我们那边还有一个时钟是用转的，他要自己来拿那个椅子，然后自己站上去，再慢慢转。他就80几岁了。50岁开始创业，做到92岁。台湾要像我讲，你做落去人都一紧做木工，像木都木做，木上我标出来。好一个，我看，那个，然后去打。你就放那个放在领杯上面就好。放2边啊，中间放东西啊，这4箱给给养在。这个比较少。要把那个卡上去。你帶熟喎？冇。我帶熟㗎，熟個帶困啊。紅熟啊？係啊，帶你啊。這裡是要強下去。係啊，這裡是3兄弟都要。要強下多啊。若是講講電腦好，真暗的話，上生無。可能啦。真好滾啊！真好很滾啊！對啦。啊，迄個關時啊，都冇賣。到差唔多7點，我到關時叉條啦。好，安尼個離下厝外面差唔多5、6點要到去。好啦，該你講，對啦，該你水現出發，安尼都無上陣的哦。係啊。今天我们要请我们的先人温章秀婷老夫人的骨骸要请到故乡回去进家族塔感谢。阿吉凤啊，还有阿吉良、阿吉伟，还有阿水柱，还有阿关还有阿金芳也对，还有阿新姑。都子原本伫高雄伫个又叫太太梦玲老爷个神马，请回咩？请回伫关西等伊。咱乡下听讲，将伊挂子，说啥人因个公塔里边去老爸做盘啦。嘛乡下来哦，系啊，去帮咱着太细咱着乡下咱带上去乡下上去。要送茶了。出发的。好来。媽係咪啊？都今日10幾個都有一隻，這條配10隻。請阿媽上車哈。好嗎？阿婆，送茶。在上面就好了。不用等王多天掉冇來。不用等王多點嘛。多啲啦。而家要安全帶啊。真怪啊！邊係人嚟啊？放腳底那邊可以嗎？我看，這個。对，这样就可以绑，哎对。等一下，我把先放在那个，好 ，OK。对，这样就可以绑，两条就够了。哦。那个前面那个打电话，那个比较可以换啊。我就是做关西央会回来。关西车站啊。
马上出发了。好的，就这样就好了。不会啦，一下就到家了啦。好，拜拜。都还没打电话了。好了。可以了哈，这样。我还买带不动啊，麻麻的。我哋如果關門，應該冇長啦，關係都不曉啊。哦，老安太水，18公路有通冇？你有通冇咧？阿祖，你打電話問清啊。看書啊，看。哎呦，怕下大雨哦，花东不通，苏花不通的话，我们就要回头。你叫他查看看是不是有公告禁止通行。應該啲果用hier安全。哦，這個有開水。哦，有通哦。后面的忍耐一下，不要吹冷气，吹冷气可能眼睛更吃力了。问到生意，我来看做嚟处理嘛。要什么嘞？你按条成在意啊，因为8点半要辅导来啊。哦，叫那个店长帮我们叫记者证。有，记者证电话有了。正常嚟啊。係啊，唔做嚟啊。就可以過啦。係啊，你係風沙要這樣就正常啊。哦，沒有增加了溫度。我还看那个标语，请勿疲劳驾驶。连奇怪都落都要上到路故乡，没事。在上面闪在这边。中日元，别哈，转到关系很严加长来啊，都冇咯，像查查哈，啊，好了，好，先放桌上。小心地很滑。地很滑哈，用啥？让一下。把倒了。先向出来。哪个翕相啊？你那翕相？哦，我讲用清煮，清煮迄煮拄煮到煮咧，我电煮好咧，迄咸热就熟，拍两叶饭，拄个照过去煮咧，拄个煮到暗的
自野自好的实实啦，搁去搁批查，搁批到9点10点，啊，摆到11点，嘿，啊批互张有洗身洗目，嘿，你做都做清野哦。我爸爸喺做茶的时候就是批茶，哦，啊茶全部去批。我妈妈规身也是批茶。阿公在哪里？98号。啊，咱像我做盘了了。啊，不过刚才线要拉起来。好。我做这个啊，做这个。好了。另外位大兵，另外位过神就没想转来，那帮还没全部没人讲，最后是这个多转来，老是转来关系，转来落伍了，今年的落伍。每日内地。注定引来窗花，迎开迎将，甲本头家已经天地去，梦是上古多代，家里创也唔错。做条乌米土电路呢，怎条鲜米连电太细，天条种茶小天寒，天米树茶行水路，大风天空保佑好天时。山盟北宫中殿，两人两阳强一时。行过一山又一步，行过河马逐沙坡，行过头摆，咱一条，行过夜路。想也够。行过50则春天，每个长地。50则春天，隔壁